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文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顶礼拜六九合一选举总是有输赢，有人落选面悠悠，嘛有人当选冷喙手。过去有人用中文音写做“蒜头”这字选，落尾嘛有支持者送候选人蒜头摕入手。若台语写做“当选”。90年前，台语字典嘛有写做当选，嘛有学者认为讲应该是中选。另外，还有贿选，有人是读做贿选才有意义。到底是为虾米？讲新闻到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中华大小事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顶礼拜六总算是结束这选举啊，毋过续来还有家己市长的选举，还有有台北、南投这立委的补选。无论如何咧，这选举甲台湾人民的生活是非常有关系。这选举的过程当中，有的人当选，嘛有人不幸落选，甚至在过程当中，嘛有一寡候选人出一寡代志出现贿选的情形。毋过无论如何，今仔日当选还有贿选，今仔日要和大家做回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先来看卖这当选，咱常常听到这个词，伫国语内底呢，这个冷冻的冻，还有蒜头的蒜。毋过其实伫台语内底是写做安尼写，就是这国语当选当选的这字。咱看卖念做当选的时阵，其实有一寡解释，就是担任担当的意思。亲像讲担任台北市长，就是当选台北市长；若是担任这高雄市长，咱就讲当选高雄市长。另外，你敢知影？除了这当选安尼念，还有另外一种念法，念做当选。这音无共款，其实伊解说都无共款。念做当选的时阵，伊解说就是讲，互人选调的。所以咱进一步来解说讲，这党还有党两个音无共款，解说都无共款咯。念做党的时阵有主动支持的意思，念做党就有担当的意思。无论是当选还有当选，其实拢有两点。毋过咱常常听到这当选，其实就是因为伫选举的这综合内底，大家念当选，其实是靠气势。较有赢面，所以大家拢常常咧话讲当选。另外看卖这几天，大家伫路边来写票的时阵，拢有人送这蒜头，其实就是为这当选变化过来的。第二个咱看卖就是这贿选，这贿选解说就是讲黑西送红包，阁有贪污食钱的意思。讲到这贪污，讲到这食钱，都有这俗语。来看卖有毛的食到脏水，无毛的食到凊腿。这脏水阁有这凊腿，其实拢是袂当食的物件。所以讲，若是一个人真正小贪，就算是脏水，就算是凊腿，嘛会贪污。就是讲一个人无所不贪，无所不食。好，继续咱来看卖，伫选举的过程当中，还有真侪俗语是甲选举有关系。第一个，咱看卖讲法律百条要用家己抄，就是讲这法律其实有真侪条，毋过若是有的人想空想芳，想要做无好的代志的时阵，就算法律搁较侪条，嘛无法度该阻挡。这句俗语就是来提醒所有当选候选人，未来爱正正当当来做正确代志。好，第二个来看卖，甲当选有关系这俗语，就是当选过关，落选闭关。就是讲，其实真侪候选人背后拢有真侪问题，毋过你若是真正顺利来当选，就无代志，就顺利过关，袂互人掠去关。毋过无细时若是落选，就可能会出大代志咯。所以进一步来看卖，第三个俗语就是一审当判，二审减半，三审低卡面线，就是这款的意思。无论如何，这三个俗语拢是来提醒候选人，真正选调了后，爱用政策来服务人民，用政策来赢到选票，所有未来拢爱做正正当当正确代志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